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咧，對比上一年咧，即係喺產業同埋發展人才匯聚嗰兩方面咧，好明顯係花咗更大嘅篇幅嘅。咁啊，同阿吳傑莊議員嘅睇法一樣啊，明顯積極對接呢個15規劃嘅方向啦。嗱，我自己就好高興咧，係即係就住財政預算案我提交俾政府嘅建議咧，就即係以創科去貫穿社會結構維新、經濟結構重構、城市建設管理系統嘅更新同埋行政系統改革4大工程咧，就得到正面同具體嘅回應嘅。嗱，尤其是我自己咧，就一路推動咧，就用大數據，咁啊提升政府嘅治理效率啦咁。嗱，雖然財政預算案今次咧就冇承諾到成立咧，將統計處升格做大數據局。但係咧就好明顯咧就跨出咗一個大步嘅，即係增撥資源俾統計處，同埋明確強化咗統計處喺呢方面嘅功能，即係政府自己就要帶頭做，亦都咧希望個平台咧係便利到市民。咁呢點嚟講，我覺得係好重要去推動。咁啊既然政府咁強調呢個 AI， 咁我即係送一份新年禮物俾大家。其實我嘅同事咧就用咗一個人工智能工具，用咗5分鐘嘅啫，就做咗一份去年同埋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對比嘅兒童。咁啊，希望大家會用得到。咁啊，有興趣咧，我同事有印咗出嚟，或者一啲電子版都可以發俾大家，好快手嘅啫。嗱，咁我喺呢度咧，我都想特別講下咧北都嘅發展啊。嗱，雖然今年北都咧喺個財算裏面咧冇獨立成章，但係其實有唔少內容咧就滲透晒喺唔同嘅板塊裏面嘅，即係呢啲都係同北都嘅建設同埋產業發展相關嘅一啲嘅建議同埋投入。嗱，我自己嘅解讀咧就係北都其實已經係脫離咗個概念嘅階段㗎啦，踏入咗具體行動嘅時候。嗱，當中如果我哋睇翻錢咧，即係由外匯基金分2年回撥1500億。再加上未來5年新發嘅債券啦，即係平均1600到2200億呢個數咧，相信大部分嘅呢啲嘅投入都會係用嚟推動北都嘅主要嘅基建嚇。咁而北都3個園區，其實頭先林文君議員都提到嘅，都會各自有100億嘅投入。嗱，嗰種嘅總數嚟講咧，即係呢個喺基本工程嘅開支1200億。再另加300億咧，咁我就覺得政府都係維持到佢嘅承諾。但係今日咧，我都未聽到就住北都點樣引入呢個具體企業。之前講過有政策包嘅，咁我自己其實咧就好希望咧嚟緊嘅時候咧，我可以掌握到更多政府就住啲點樣引進企業產業嘅政策包嘅一啲嘅具體嘅諗法。咁多投入喺基建嗰度咧，我哋絕對唔能夠忽視嗰個成本效益。其實喺嚴控成本呢部分咧，就仲有大量嘅工作咧係需要繼續做落去。尤其是喺物料啊、設計同埋施工嗰個標準嘅對接，尤其是同內地嘅對接嗰方面。嗱，呢度咧我要強調一點，標準嘅對接咧係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嘅重要角色同埋功能嚟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充分利用到北都嘅基建建設，令到全球相關嘅專業嘅人士同埋企業咧適應呢啲新嘅我哋嚟緊嘅標準咧，可以話係商機無限嘅。咁我呢點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即係進一步掌握推動。咁我今天分享到呢度，多謝。